大家好，今天是12月31日，2021年的最后一天。欧洲再过1小时就要进入新的一年，2022年了。祝大家在新的一年健康快乐。因为疫情的原因，不能去新年音乐会或者度假。今天买了几种鲜切花、朱顶红及玫瑰，装饰室内及新年餐桌。新年用红色增添欢乐气氛，朱顶红选大红色、酒红色，同色系配绿叶，用这个特别高的花瓶插朱顶红这种高枝花正好。我选了大红色及酒红色，这支大红色已经开放了，酒红色含苞待放，配银色的叶子。插这瓶花不但要有颜色过渡，也一定要有高低层次。绿叶衬托花朵做背景，银色叶子彰显众星捧月的效果，将酒红色剪得短些，花朵的层次更显自然。朱顶红旁边有这盆叶子上有银色装饰的圣诞红，衬托着红红火火的喜庆气氛。玫瑰今天是2种颜色，奶油色及深紫色，加上满天星、装饰球及绿叶，插了3瓶完全不同色调的玫瑰餐桌花，可以与不同色温的餐具搭配，交替装饰餐桌。奶油色的玫瑰配深紫红色，宁静典雅。红色虽然很漂亮，但今天家里有太多红色，就显得太热闹了点。2种颜色玫瑰配上满天星及绿色叶子，调出色调的是这些装饰球。这束花的装饰球是闪烁的金色及古铜色，还有磨砂的金色，配出暖色调。这瓶配了银色的球，有闪亮的银色及磨砂的银色球，加上满天星及绿叶，虽然是冷色调，但深沉雅致的深紫色玫瑰做了偏暖的处理。这瓶玫瑰用的是金色、银色的枝条，加上白色满天星，总体也是冷色调，基本是百搭，可以放餐桌、边柜、咖啡台等。高大的圣诞树散发着清淡的松香味道，飘逸满屋。树上的各种圣诞装饰是最喜庆的。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我把家里所有的圣诞花环的蜡烛点燃。自圣诞节以来，因为有放在不同位置的圣诞花环及蜡烛，除了圣诞树上的灯，我们基本没用其他的灯。圣诞树上的很多装饰，比如圣诞球、小鸟、小天使，都色彩斑斓，熠熠生辉。特别是带着清香的圣诞树，为新年增加很多自然气息。今天晚上的餐桌花还是选了这瓶带有金色及古铜色装饰球的暖色调玫瑰。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